歡迎大家嚟到咧2026年7月19日 Next Station Cross OC Hong Kong啊！我係你嘅節目主持張大寶。大家好，我係 James 啊，最近有冇去墨爾本公幹或者玩呢？冇錢唔去。好，咁樣咧，墨爾本咧，即係前2個禮拜咧，就有一單猛料話俾你知喎。咁話說咧，其實澳洲已經貴為澳洲最大移民群體嘅印度總理咧，莫迪咧，就3年之內咧，又嚟澳洲訪問喎。嗱，上一次記憶猶新啦，3年前嚟呢個雪梨訪問嘅時候，記唔記得總理阿爾巴尼斯同佢借嗰啲僑民一齊搞一個歡迎大會啊？就喺雪梨嘅 Olympic Park 咧搞嗰個應該係細嘅場嚟嘅，冇去到 Allianz 安聯球場咁恐怖，4萬人度啦，即係全部湧晒入去，然後跟住夾道歡迎總理莫迪再加阿爾巴尼斯嗰架嘅花車。咁然後當然就即係大家講啲客客氣氣嘅説話啦，然後就讓到咧即係印度裔嘅澳洲人咧非常之開心喎。嗱，今次咧莫迪咧就嚟呢個墨爾本就喺漫威球場Marvel Stadium， 平日就澳式足球聯賽，嗰一日咧就莫迪夜晚夜巡呢一個漫威同都係大概係3萬幾4萬人嘅印度僑民咧，有同佢開下 party 喎。犀利啊！嗱，今年大寶我哋就做人口普查啦。8月11日，大家就坐定定喺屋企咧，就話翻俾政府聽你嘅個人資訊包括你係出生地啦，你嘅語言啦，呢啲咧你都需要咧係向上呈報嘅。嗱，其實咧去到今年6月嘅時候印度出生嘅澳洲居民人數其實已經同英格蘭嘅出生人口即係叮當碼頭其實多咗70人添㗎。由呢個係個對比係97,120對97,950嘅，係97萬97萬，sorry 係97萬咁於是咧過去10年印度出生人口喺澳洲係增加咗52.2千人大佬，冠絕全澳所以話咧，以前咧我哋都成日聽我哋啲加拿大朋友喺度笑或者喺度哀鳴話加拿大變成印拿大，我哋依家冇咁口響啦，我哋真係叫印大利亞。冇錯啦，即係咧，其實咁都冇辦法嘅，大寶嗱，我哋又要明白呢個現實就係全球最大嘅2個人口大國都喺度各自嘅輸出咧佢哋嘅移民咁所以咧喺呢個情況嘅裏邊咧，我都預期今年嘅人口普查到最後話俾我哋知就係呢2個國家嘅人咧都會咧佔咗澳洲嘅一個幾大嘅部分噶噃。係嗱，來源地啦，97.1千對90萬到啦，即係英格蘭啦。咁隨住人口增多啦，又或者係即係移民人數又入咗嚟啦，雖然依家想落閘，但係即係印度移居澳洲，唔係印度移居印大利亞嘅誘因一定高過英格蘭人移居澳洲噶嘛。咁所以咧，我覺得雖然澳洲統計局6月份出嚟嘅數字係稍為多少少，但係我覺得去到普查最後埋數嘅時候咧，我覺得唔係多少少咁簡單啦。咁莫迪咧就同阿爾巴尼斯又搞一個即係坐花車遊花廳嘅即係大會啦。咁樣咧，阿爾巴尼斯咧好鬼死滑頭嘅啫，佢即係喺莫迪面前咧就係
稱讚佢啊，佢話我哋啊，因為有你哋啲印度僑民啊，先至可以成為一個更好嘅國家。哇！真係頂你啊！即係你當嗰啲泱泱大國啊，對啲香港移民嚇，即係 contribute 咁多，你當佢哋死嘅？人數唔夠多啊嘛，你睇人頭做人㗎嘛，而家大佬。我唔係睇錢嘅咩？Follow the money，兩樣都睇，係咪？即係你要記係住，錢咧係一件事，選票係計人頭㗎嘛。你啱。你明唔明啊？嗱，其實咧，即係大寶喺友台咧做咗一集節目啦，就係講呢一個即係澳洲嘅政府同澳洲嘅媒體嘅論述啊，都話咧，即係成日話澳洲成日話泱泱大國係我哋嘅最大貿易夥伴，但係 FDI 外國投資咧，美國咧係最多錢㗎，美國嘅在澳洲的投資啊，嗰個金額係泱泱大國嘅18倍，咁啊。泱泱大國排第8，其實咧都有300幾億，但係咧你真係估唔到啊！即係泱泱大國，你擺300幾億嘅投資落澳洲咧，都唔夠香港人多，香港都高過佢。嗱，呢一個咧最有趣，香港人啊，即係我哋上次人口普查講緊10萬人啫，即係但係我哋嘅投資咧，嗰個錢咧都多過泱泱大國，咁啊你就知道。即係其實香港人不要妄自菲薄啊！講真啊，講開又講啊，咁請大家咧喺今年嘅有普查嘅時候咧，就記住咯，你嘅出生地咧係可以選擇香港，同埋你嘅屋企慣用嘅語言咧，記住係揀廣東話啦嚇。Cantonese 同埋香港係寫香港定英屬香港嘅？請問佢係 Hong Kong SAR 嘅。搞錯，我都唔係 SAR 嘅時候出世噶嘛。我就唔係咯，咁可以點啫？咁我哋澳門嘅朋友啊，大家記住，澳門都係分開㗎，都係澳門 SAR 㗎嚇。係啦，同埋呢一個中華民國應該都有分開嘅，我相信呢一個統計都係從善如流啊。冇錯啦，講翻轉頭，咁莫迪咧就。我覺得咧佢真係勁過呢個 Justin Barbie 啊！即係喺呢個墨爾本咧受到盛大嘅歡迎咧，勁過明星出巡啊！真係啊，果然咧係啊，真係啊一個時代嘅重要嘅呢個印度總理啊！咁咧佢咧就上台就話咧好掛住咧，即係呢班嘅僑民啊，咁啊要同大家一齊飲翻杯 flat white 啊！哇，好勁啊！果然唔單止咧係即係識得講咧，即係食呢個印度嘅薄餅啊，連嚟到澳洲都識飲翻杯 flat white 啊！果然犀利。同埋另一樣嘢咧，即係澳洲廣播公司咧都有訪問，即係參與呢個漫威花車巡遊呢一個嘅場合嘅印度僑民咧，佢哋都話即係咧依家返鄉下嘅感覺啊，同以前好唔同啊！祖國變咗啦，越嚟越強大啊！喂，點解咧？啲印度僑民講到咁似嗰啲泱泱大國咁嘅咧？咁好正常嘅嗱，如果你唔 proud of 自己嘅祖國咧，都其實都即係好證明你個祖國好極有限咯。我只要咁講。咁祖國好極有限啦，其中一個啲人移居嘅原因，咪就係祖國好極有限，所以出嚟即係另外去闖出一片天咯。嗱，依家咧即係佢哋嘅祖國經過莫迪嘅管治之後變咗強大，然後跟住又好即係咁返鄉下感覺唔同啊！即係咩山明唔係山明水秀係另一個國家嘅，即係啲人嘅即係生活水平提高，然後跟住亦都好富強，然後跟住我哋有好多僑民喺美國嘅科技巨企做呢一個 CEO 好 proud。喂，咁又係返去嗰樣嘢啦。如果你咁 proud，點解你唔剪咗我本澳洲護照返去咧？嗱，呢個咧，我亦都咧，即係大概咧都有即係問過一啲咧，即係朋友仔，咁佢哋都話咧，其實過得嚟澳洲咧，佢哋都係希望咧喺澳洲咧係即係覺得澳洲嗰個生活啊，個 life 啊係好過喺咧即係自己國家嘅，包括係咩咧？都係譬如即係你唔好話佢
起碼有一樣嘢就係咧，喺嗰個叫做階級方面咧，係冇咁犀利。即係喺印度其實咧嗰個階級你唔好話歧視啦，即係分做呢個即係成階級咧，五等係啦，係啊，分做幾等咧。咁呢個係非常非常非常之 common 嘅。好多時候咧，去到一個位咧，佢哋根本咧係冇辦法咧，係可以咧就脫離咧呢一個即係階級嘅魔咒啊！但係嚟到就冇噶啦嘛，你以為啦，其實即係疏落啦，澳洲一樣有3個階級嘅，你真係有所不知嘅，就係有係嘛？錢人啦、領福利嘅窮人啦，同埋兩不像啦。哦，咁即係我哋啦，係啊，係俾任何一方壓榨嘅一群啊！陰公住係咁，起碼咧就即係唔會話咁即係 obvious 得咁緊要啦嚇。印度大家都知道咧，個階級真係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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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分明㗎嚇。咁呢個第一樣嘢啦。咁第二樣嘢咧就係咧，似乎咧即係呢度咧係對於某一啲印度嘅專業人士咧係特別青睞嘅。咁所以咧咁嚟到呢度咧就似乎咧個生活咧亦都會好一啲咯。係啊，咁樣咧，但係其實咧，即係印度總理莫迪啦，同另一個大國嘅領袖一樣咧，其實都雖然係好高嘅支持度啊，但係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爭議嘅，譬如話咧，即係有一啲嘅人權問題啦，即係譬如即係佢哋會去處理好多即係種姓嘅衝突啦、人權問題啦，對巴基斯坦嘅一啲即係唔啱牙啦。其實即係喺呢一個嘅即係國際特赦組織啦，都會講咧，即係呢一個莫迪咧喺人權問題咧都係好多嘅爭議嘅。嗱，阿爾巴尼斯咧又繼續做衰仔咯噃。2023年嚟訪問嘅時候咧，即係俾記者追問，喂，阿莫迪咧搞到印度咧有啲人權問題喎，你會唔會當面去問下佢嘅咧？佢當然話嗱，第一句係咩咧？我唔會評論印度嘅內部政治嘅。好啦，然後咧再捽佢咧，一隻記者都係捽阿爾巴尼斯啊嘛，佢就話冷靜啲，冷靜啲。好啦，到今年啦，今年人權觀察組織咧又出一篇嘢繼續批評我，喂嗱，上次搏完咪阿爾巴尼斯就唔回應啦，3年後印度人權咧就惡化咗喎。嗱，譬如咧，其實澳洲廣播公司有個記者咧住印度咧就不獲呢一個續呢個簽證咧，就要執包袱。原因就係澳洲廣播公司咧就經常性去講一啲即係印度嘅人權問題啊，所以咪執包袱走咯。咁又或者咧啲非政府組織嘅資金咧，因為咧印度立法咧而即係中斷咗啦，又或者都斷網全球最多啦。阿爾巴尼斯繼續俾記者幫咪繼續唔出聲。其實咧條友咧，你發覺咧，無論對住印度啦，定係對住佢隔離嗰個泰國咧，佢似乎都係用同一 set 嘅劇本嘅。但係佢對住美國咧就嘈嘅喎。咁梗係啦，美國五眼聯盟 friend 啲啊嘛，係咪？通常話即係同呢個侵侵講嘅一樣，通常咧話好 friend 嗰啲咧，就其實唔係咁 friend 嘅；話反緊面嗰啲咧，其實先至係 friend。係，好啊，好啊，好啦。嗰個問題就係因為佢咁樣俾人連續2次，即係印度總理莫迪嚟訪問，你都唔敢提人權問題，俾政府搏咪搏中嘅時候咧，我哋就即刻咧就會研究到，即係去研判一樣嘢，究竟總理阿爾巴尼斯佢嘅即係外交手腕啊，或者顯示出嚟澳洲嘅國力咧，係咪真係即係弱過弱雞咧？嗱，之前咧前幾日咧，咪呢個南海爭議嘅裁決10週年嘅，澳洲亦都 join 埋美國一齊出呢一個聯合聲明，繼續咧即係去發聲啦。當然就俾泱泱大國咧插翻轉頭啦。咁你又跟隊去出聲，跟住俾人插翻轉頭，話你唔反擊㗎？又係咪又係嗰句即係泱泱大國是我們的最大貿易夥伴，咁就蒙混過關咧？咁呢個當然會啦，你都明白㗎啦。呢個阿爾巴尼斯個性格不嬲都係
即係你唔可以話佢以小博大咧，定係其實佢都比較，我又唔可以話滑頭嘅，只不過係即係似乎喺呢個自我定位嗰度咧，就我記得咧，就係加拿大咧係佢講咗就話咧，我哋呢啲係叫做中型嘅國家嘛，咁要大家係有聯盟嘅一個自強啊嘛，咁我其實我覺得幾特別嘅呢個講法。阿卡尼咁樣講嘅時候，我覺得幾得意嘅，因為咧佢即係似乎我諗阿爾巴尼斯都幾 buy 呢一個 idea 咯。但係個問題就係，當你啲投資澳洲自己本土嘅投資唔夠，要靠外國勢力去投資，又或者靠外國勢力幫你去買貨，成為你嘅貿易伙伴，又或者咧提供呢一個好似印度咁提供呢個人才庫啊，即係幫你去增加你嘅 GDP 嘅時候咧，你咧就成日咧都係即係喺其他國家面前咧就縮沙，然後跟住咧對內咧就話自己係即係我哋係負責任嘅政府啊，我哋要擔起一啲國際事務，即係自己衝大頭鬼啊，衝自己是一個中型強國啊，好似如果我哋套用卡利嘅講法，即係澳洲是一個中型強國，但係你嘅實力根本就冇人睇得起你，呢樣嘢係咪好尷尬咧？又或者係政府 paint 出嚟嗰個嘅圖畫就係咁樣，但係其實即係麻醉咗好多嘅澳洲人，其實咧澳洲咧嘅國際影響力或者國力咧，即係對外嗰個形象咧，冇你想象中咁勁嘅，都係好廢嘅啫。我又唔會話廢嘅，即係話係你企喺嗰個位就係要你嗰陣你咪出嚟咯，要你嗰陣你咪可以接埋咯，冇乜所謂。你企喺中間，正如我哋即係一開始都有講過啦，就係喺企喺中間個位，美國另外嗰個國家，而家就印度其實印度，我諗印度嗰個慢慢嗰個崛起咧，有機會咧可以咧，即係睇第三勢力去對衡頭先另外嗰兩個嘅國家嘅自己有冇籌碼？澳洲一般啦即係我又唔覺得完全冇嘅即係睇翻莫迪今次行程都幾清楚㗎啦咁有一啲譬如話有礦出口嘅協議啊，礦業亦都係嗰個價值係數十億去計啦咁呢個其實對於澳洲嚟講就當然係需要嘅一啲嘅貿易嚟嘅。係咁同埋最重要嗰樣嘢，我諗 James 你都唔知啊！我哋啲大學咧喺印度都可以分校嘅陰公，即係咧啲印度人咧唔需要攞澳洲簽證入嚟咧去讀大學啦，佢哋去孟買啦，佢哋去加爾各答啦，佢哋去班加羅爾啦，有㗎啦。好 interesting 嘅，你知唔知咧？即係我喺即係一啲製造業度做過啦，即係嗰啲藥品製造啦。係因為嗰間廠本身咧就係喺大西北嗰邊嘅，就好多咧。頭先你講即係莫迪嗰啲朋友嗰啲朋友仔咧，就喺公司就喺嗰間公司度做。哇！我見過咧，你知唔知我收 CV 嗱入邊真係做 manufacturing 㗎咋，即係做手作㗎咋，係工人流水線OK 啦你見工嗰啲人咧，我有個 doctor 嚟嘅大佬。係即係你可以話佢哋嘅學歷貶值啦，因為佢哋都想求一份，佢哋想求一份即係本土嘅工作。本土嘅工作，我諗好多移居入嚟澳洲嘅人咧，都係有同樣一個問題，就係即係喺外國嘅豐富經驗，在澳洲咧用一句 local experience 咧貶到即係不獲接納啦。所以如果佢哋去揾第一份工嘅時候，哪怕你是 doctor， 哪怕你係碩士，哪怕你係講師，你都要馬死落地行去，即係 land 咗第一份工先，然後先再慢慢即係游翻上去。呢一個我會覺得係即係比美國或者英國嚴重啊，但係呢個係呢度嘅遊戲規則啊嘛。你睇得太簡單，我都未講嘅，因為佢哋咧嚟到見工啦，咁我需要咧就要俾個我哋叫做因為 adult education 啊嘛，
即係係要俾一個 literacy and literacy test 佢嘅，即係計數學同埋英文啊，好簡單嘅。好 Master 都做唔啱嗰20題，10題數學，10題英文。Master 啊，咁睇下佢係啲乜嘢嘅 master 啦，係咪？你唔好理，你嚟得你基礎，其實英數兩件事。喂，我唔講英文，我講數學啦，好唔好啊？你讀得 master，你即係你已經經過咗中小學嘅階段㗎啦，係嘛？啱嘅。啱唔啱先？咁你數學都搞唔掂，我唔明嘅。其實當日啊，我係唔明嘅。究竟點解咧？即係佢個學歷係點樣翻嚟嘅咧？即係我覺得好得意喎。逃翻嚟嘅咯。嗰陣時未有噶嘛。係好。咁嗱，佢點樣有個 master？咁我哋就唔去理住啦。咁但係問題就係咁多成97萬個僑民係喺度即係喺度移民喎，仲未計佢哋喺度生嗰啲細路喎。咁即係好啦，咁咁多僑民啦，咁即係我哋就會引申去另一個問題，就係點解莫迪要咁樣即係向外輸出，要讓到即係澳洲嘅印度僑民要感覺喉邦邦咧？即係點解要即係要點樣去即係去做好海外僑民的形象，然後去提升國力？呢一個咧真係幾有趣嘅一個課題嚟嘅。咪一樣咪即係説好印度故事咯，啱唔啱啊？即係即係食咖喱冇問題嘅，唔會屙嘅，係嘛？恒河水冇問題嘅，你要感恩。係即係周而復始，係喺呢一個印度恒河嗰度。唔係，當然你係講笑啦。嗱，但係莫迪嘅呢啲咁樣嘅用僑民去做外交咧，即係同第一任嘅總理尼赫魯啦，同埋咧即係甘地即係 Indira 同埋拉吉夫兩母子嗰個時候嘅印度咧，真係好唔同嘅。即係好多人都會批評啦，即係莫迪咧係比較民粹少少嘅，即係比較即係要國家民族主義少少嘅一個係印度啦。咁即係好唔好，係好定係唔好咧，就大家自己去定奪啦。但係佢做咗出嚟嘅嗰個效果，咪就係即係喺海外嘅印度人就會覺得印度即係崛起啦，即係成為第三勢力啦。咁然之後咧，都用海外嘅僑民咧去幫忙印度咧，去建立一個正面嘅形象。嗱，其實呢一樣嘢我覺得又唔錯喎。你諗下 James 另一個泱泱大國咁樣做唔做到啊？但行緊唔同嘅路啊，唔可以去比啊！我覺得唔可以咁去比啊，因為咧佢係一個叫做印度比較始終係大英帝國嘅殖民地啊。OK， 行緊普通法啊。咁佢嗰個成個 education 咧係比較係歐洲式啦、西方啦，應該咁講啦嚇。咁所以佢會係個軟實力相對嚟講，我覺得會高啲咯。係軟實力相對高啲，咁同埋佢哋嘅對外形象咧，即係如果係 decent 嘅人咧，都好 decent 嘅，即係有禮貌啊，咩啦？咁當然啦，即係爛達達嘅一樣都係爛達達嘅，即係佢哋成日都戲稱即係如果一啲嘢有幾嚴重嘅，咪就係輕度、中度、重度同印度咯。好啦，咁問題就係啦，咁問題就係即係有好多人咧就批評印度人可能有一啲嘅即係行徑咧比較令人側目啦，唔係一定係同衞生有關啊，可能係同啲即係態度嘅問題啦。咁其實即係泱泱大國嗰啲僑民都係一樣嘅，即係我諗都係同有冇受過教育、有冇受過高等教育咧，我諗係冇乜太大關係。即係我又唔知道你有冇聽過一啲印度僑民喺澳洲即係好令人側目嘅行徑。你講邊一部分先？譬如喺職場上面啦。哇，犀利喎！即係嗱，好嘅我見過 ，OK， 我亦都有朋友係都仲有聯絡嘅，咁佢係好理想嘅，做嘢做得
即係好即係學習個態度啦，或者係嗰個好願意同你去交流啊，或者去問啊，咁啊有嘅。呢個係當然係嘅，正面㗎啦，好冇啊？咁有冇啲冇咁好啊？咁當然有啦，例如係佢哋好多都嗱，有啲比較嗰啲叫咩習慣咧，就係開頭嘅時候咧就會比較即係跟足你指示做啦，但係當佢做熟咗嗰樣嘢之後咧，佢就開始 cut corners，我發覺係即係我自己覺得嚇，佢就會開始咧就即卜咁樣就 cut 下 corners 唔跟你嗰個意思去做啊，咁嗰個 frequency 幾高嘅，係啊，即係我發現呢樣嘢咯，即係會係有，同埋會用自己方法，佢會有佢自己方法，就係咁啦。哦，幾有趣㗎！其實呢用自己嘅方法咧，真係同我哋成日都會講嗰樣嘢冇你諗唔到，唔係冇你諗，唔係有你諗唔到，冇佢做唔到，係應該咁講。嗱，咁通常你有冇聽過個笑話啦？即係東方大國同埋即係佢兩兄弟啦。OK 東方大國同南亞大國係啊，佢兩兄弟一個咧，即係佢買嘢，譬如一個買一個賣咁先算啦。一個咧就好希望喺一個仙都唔俾嘅情況之下咧，就攞到嗰件貨。好，另外一個咧就希望喺你銀包度將你所有嘅錢攞晒。係咁就可以概括咗呢兩個國家嘅 mindset。係啦，最後都係人財兩失嘅。哇，咁梗係啦，嗱，好簡單啫嘛，你攞起電話聽到個南亞口音嘅人去同你做推銷嘅時候，你通常都收線噶嘛。我又真係好少收到呢啲咁嘅推銷喎。我今朝先收到過，大佬。係嗱，如果你唔想咧，即係收呢啲推銷啦，我哋叫 unsolicited call 咧，其實咧係可以去同呢一個電信商度登記翻嘅。咁樣咧，你就唔會理論上就唔會收到啲 unsolicited 嘅呢啲 marketing call 啦。不過咧，繼續你會收到中國大使館嘅電話。而家好勁嘅，而家唔係中國大使館啦，Vodafone啦，話你會斷線啦，不過講國語喎，即係話你跟住咧就係澳洲嘅稅局打嚟啦，話你有稅務問題啦，但係講中文嘅喎，咁然後咧就會咧澳洲入境處會打嚟啦，話你個 visa 有問題啦，都係講中文嘅喎，但我唔知點解佢會覺得我 visa 有問題，當我唔係一個呢個攞 visa 嘅人啦嚇。咁另外咧，又或者係點解？又係會呢啲問題咧，一定係同一定會講中文嘅喎，即係同中文有關，中文人有關咯，應該話。係啊，嗱。咁我收到個電話就話俾我聽咧，我用一個 Telstra 系統有問題啦，但係我冇用 Telstra 喎。係咯，明白。就係咁，係即係點解澳洲人容易呃就係咁解啊嘛？你明唔明啊？黑客都話即係澳洲唔係容易呃，係唔呃你呃邊個？即係我哋成日 lucky country 幸運國度都唔知點解咁有錢嘅。就係咁，我都好想。我哋係全球嗰個富翁排行榜度，好似排第5啊。係啊，財富啫，唔係富翁。係財富啊，平均人均財富第5。係啊，澳洲香港排第4嘛。嗱，好明顯係我哋兩個拉低晒即係 Gina Rinehart、萊恩哈特嗰啲財富啦。咁梗係啦，好明顯啦，係咪？因為我哋一早已經第一啦，係咪？太多我哋呢啲人啊嘛，拉低晒個 curve。冇錯，所以咧呢一個印度莫迪嚟澳洲咧都即係可以側面咧睇到澳洲嘅即係外交政策啦。澳洲想要澳洲啲乜，想要泱泱大國啲乜，想要美國啲乜，但係然後跟住就自以為自己國力好強，可以左右逢源咁，但係結果即係咪真係好似佢哋想象中咁正咧、咁勁咧？咁啊，大家自己去即係去好俾心機去研究下。所以即係咁莫迪就離開咗啦。咁即係睇下下一個又係啲乜嘢嘅政要嚟啦。然後跟住咧就又可以攞出嚟去檢視下工黨政府嘅外交政策係咪真係咁廢啊？好啦，我哋今集嘅時間咧就嚟到呢一度，我哋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咧再同大家分享一啲澳洲嘅見聞啦。
我哋下個禮拜同樣時間，我哋澳視香港啊。拜拜。